我本来要给你们提示，但我不给啊，我就不给。那个水在给你摄影机都那就是任性，那就是任性。对啊，我不给哦，我不给啊，我不给哦。欢迎来到我们的课语半生熟。好，我们今天呢要教的课文字。里面所有的字面呢都会有身体器官，所以请你们拿着手上的身体器官道具来做自我介绍。开嘎后爱黑诱人，有那感觉吗？其实你不需要这个东西，本身就蛮可怕的。你本身就很恐怖，对。好啦，我本身是希望可以找到另一半可以跟我十指紧扣的娜娜大师，我单身中。大家好，我是摇滚乐手，今天这个裤头就是我的项链。That's right。他一直说我是摇滚乐手，他给我去刷电吉他了，你。上。遊戲規則，答題節目組會本睇家群同黑家事，本內邊湯群啊幾個用巴拉意思，並從熱天朝定熱款，到底馬沙集係基本一個肯定矮最熟呢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要来学跟身体部位相关的课文字。第一题，而且大家是什么啊？我算了，我就用直觉。我写不上不下，我会想到不上不下，是因为膝盖在下面嘛？可能人家肩膀还是什么？搞不好是睫毛头。对啊，就有一点不上不下的感觉。我们先上道具，好，这你也有提示哦。哈，看看它。哦，重点在这你的个。长辈说他已经倾下面破口，你的扣子也太破了吧？你不搭不起。嗯，居然赶不上我是。好，对，我被我全部被我说。好了，这个我扒了我的卡了。好啦，答案就是不三不四。好啦，就是不伦不类不三不四没规矩，不打不亲。不大不轻。好，那我们第二题哦，菇芒头，有一个头字，我觉得很像虾芒。哎，我写白木。类似。哎，真的，我写墙头找到墙写错了，菇芒就一边，他就找一边去站这样。好，那我要给提示哦。好，拜托，求你，我不要，好，拜托啦。你公布答案啊。不要，我不想给啊，我真的不想给啊。那我们现在直接公布答案。哦，好，好吧，就是白目，这是白木。就是白目，是白目啊。就是我本来要给你们提示，但我不给啊，我就不给。那个水在给你，摄影机都那就是任性，那就是任对啊，性。不给哦，我不给啊。我不给哦。答案是第一个，你妈人很坏，哎，你很坏哎。然后第二个就是，哎，你不错哦，你有2把刷子哦，这种感觉。这两个意思也差太远了吧 Go motel。 Go motel。好，那我们进入到第3题。歪嘴吹喇叭。你好色情哦。这不是我昨晚才做的事吗？我真的是瞎写了啦。不正经啊？为什么？就乱做一些这样子这样的事情啊，感觉很不正经啊。一些什么我写嫌弃，就你知道。好，上提示。好可怕哦，我现在头很痛，有正常。啊，真的很恐怖哎。邪门哦，这个节目现在。对呀，阴险，吹牛就弄人啦。吹牛，就是吹牛。弄人，白话弄人。好，太难了，我要公布答案了。就是你那样吹喇叭，一定都是走音走调的，所以它其实是一句歇后语。歪嘴吹喇叭，下一段是一团邪气的意思。对，所以就是你音也不准，气也吹不出来，所以就是可以形容歪斜的斜，那也可以引申为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正经。很难。发明这个词人想很多哎。歪嘴吹喇叭。歪嘴吹喇叭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题。心肝活活开，很乐观，感觉很开心哎。就是心灰亏啊，对，心花朵朵开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先上道具。很多钱，这是一个喷钱的，喷钱，就是拿到很多钱，然后心肝活活。我被抓有哎，真的是心肝活活开。好，恭喜大家都答对了。耶！心肝娃娃开。性感娃娃快。好，今天的第1名，表姐。又是这么谢谢。
客家人朋友们加我的 IG 粉丝团 YT 好不好？汉语开在是點熟熟，上外講威是六六呢天出外看漢語版上熟啊，漢語版上熟。偷那木做義空白，屁公將見漢有在，心肝地肚冇生骨，手腳切挑提時活，哈哈！今尾愛講嘅係，老因身體部位有關嘅漢語，不達不切，因學位啊，老身體有關嘅詞彙有當多。不過嘅詞彙嘅意思啊，是冇天作老嘅身體嘅部位有關聯哦。從咧不達不切咧切啊，嘅並唔係切條哦。嘅不達不切啊，書上會講到，上來講緊作嘅衫褲嗬，唔貼襠唔長款。比如講隔壁嘅台吧，書上作嘅絲毛有冷線嘅衫褲啊，有格作到去短啊，不達不切，做乜嘅？下注過係麼？開眼當學看，不達不切啊，能有這意思啊，是講緊嗬，壞規矩唔上癮嘅意思。比如講，你樣做得老垃圾青菜條呢，真正不達不切啦，不達不切。講到嘅盲人嚟喎呀，我要當到，我有想到要將盲人嚟喎，過毛條，一過毛條嗬。有兩隻意思，第一隻意思啊，是真正盲人當壞嘅意思。比如講，個土人啊，根本係唔愛做街做理啊，思想盲啊，真正是過毛條啦。另一隻意思啊，是大到開玩笑，講人嗬好賤啊，當冇簡單嘅意思。比如講，個土人嗬真正是過毛條啦，啊，實在是冇簡單。特擺嗬，讓我翕到嗬有斯文有人道，過毛條。撒下來講嘅詞彙嗬，當要化面。我喺台巴來表演俾你哋看，乜嘅按到歪在吹喇叭，歪在吹喇叭是樂團下戲嘅意思。用白講咯，你想啊？該歪在咧喊吹喇叭，個手上俾你吹出聲來啊！該腰咪掐走咧，你想啊？該上俾你吹到用歪歪掐掐，該掐撈該下話音話音。張偉講歪在吹喇叭是樂團下戲嘅意思。比如講，該張人後慢來去騙人啊！講嗬，前度嘢唔見鬧到啊，正經係歪在吹喇叭，樂團下戲呢。歪在吹喇叭，聽下講嘅係咩？錢要化面啊！按哥嚟講嘅嗬，如果未要化面，不過看到時候都稍微驚，心肝話話開，乜睇啊？咁正經嚟開窗破到漏心漏肝踢出來，唔係開心腸啦。係講應嚟心錢嗬，當可當歡喜嘅意思啊！長愛啊，點解看到個正嘅聲啫？我是咪心肝爸爸開兩不歡喜呢？心肝爸爸開，唐講隔壁嘅爸比嗬，要做個當絲毛嘅衫褲出去啊！我夾夾攞去看機，看機會做到不達不切毛，係呢度坐下來看下客家電視台，嗌嚟監督機，講得了。不得了哎，表姐，你今天打扮真的是夠某挑。我今天打扮会怎样？一直摇滚乐手夠某挑。小谢哲再赶快来牵我好吗？我还在讲那么老的人物，你知道？我很喜欢绿色，所以我染了一个绿色头发。但是阿嬷却说我不打不切。赖着我吗？赖着我什么？矫健水自己在那骂你，这个人真是最可怕